随着社会开放加多元的家庭，现在真侪女性拢爱身兼几啊职，而且长期处理的压力，无形之下容易袂记得家己的身体健康。伫个母亲节来临进前，奇美病院趁着疫情的疏解，嘛特别举办健康活力俏妈咪的活动。现场除了邀请志工妈妈活力的舞蹈表演，另外病院嘛趁机会来宣导5项癌症的筛检。5月的确是很值得感恩的日子哈，因为有母亲节，母亲都是最伟大的。在家里头不只照顾大家的生活起居、食衣住行娱乐，其实在家里头，我们健康决策的决定者其实也是妈妈。妈妈也常常会唠叨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3餐要吃得饱，生活要定时定量哈。那妈妈们不只要照顾家人，也要照顾自己哦。所以在母亲节，我们特别推出来这样的活动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活力俏妈咪的一个活动。我们希望透过妈咪们来带动，要来接受定期的健康检查、定期的疫苗注射，要过健康的生活形态。妈妈的带动，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健康哦。伫病院志工妈妈活力的舞蹈表演。现场还有专业的物理治疗师，透过活力的舒展操来带动，让辛苦的妈妈好好放松舒展。为了迎接母亲节，鼓励妈妈来做筛检，民众只要伫个5月底进前符合癌症筛检的条件，并且完成筛检，病院还阁祭出送礼券的活动。会长病院的院长嘛，一致赠康乃馨，予到场的每一位妈妈。有祝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